美国禁止停哈马斯逮捕参加示威的学生，有同年纪的学生签证被取消，有韩国的学生立刻被撤销。阿里山樱花大开，游客会当坐100年历史火焚车看花。这条观光路线才特别，连外国媒体嘛刊文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晶。新闻头起先来看海军中号舰伫台中港外海45海里的所在，和中国渔船相遇，加在双方无人受伤。根据了解，这个地点伫咧限制水域以外9海里，算是经济海域，所以这只渔船是已经离开，咱无法度甲扣起来。安那海巡署有去现场收集证据，调查执证。不过，这只中国渔船一偏较大偏，有专家认为有可能是中国铁壳船加做渔船来影响国军执行任务。亲像顶礼拜3月21到3月23，连续3天伫咱东北外海乌石偏东边发现中国军舰。啊，那3月24，日本防卫省嘛发现中国军舰驶经过宫古岛，这4只拢是电子侦察舰。中国监控台湾和日本周边意图是真明显啦。未来这款铺设的作战会愈来愈事上看，咱就要尽速应对中国威胁咱的国家安全。中国国台办昨公布台独拍手的名单，包括内政部长刘世芳、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辛碧荣、高望庆、北京、马兰龙等等的人，拢伫咧名单内底，甚至是出现3位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中国国台办官方网站2日早起才宣布设立台独打手纪部专员，暗时就公布头一批的名单，包括内政部长刘世芳、民进党立委吴思瑶、辛碧荣、甲黄捷，联电创办人周兴成、网络红人北京、麦南龙、甲气科医师苏淑华等人。一定是因为我做对了很多事，我说对了很多话，我说出中共不敢面对的真相。中国再把我封10个黑名单，我嘛无得惊。加做政治人物，互中国来做黑名单，吴思瑶家己做手板来庆祝。不过，这个连3个台北地检署的检察官林达、林俊彦、甲林俊廷嘛拢伫名单内底。刘伟回警示，中国捏造对台湾横刀管理的假现象，唔那干预政治，嘛想要干预司法。现在扩大到恫吓民间人士、一般网红，还有检察官。那我们认为这是对台湾内政的全面滋扰啊！它不但要干预台湾的政治，还要干预台湾的司法。这不但凸显中共对台湾渗透统战的严重性啊，那也证明台湾确实有必要在各方面全面防范。中国对台湾除了文攻武吓嘛无停歇。在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担任主席的共和党议员李克，伊讲台湾面对中国的威胁，各项预算都要持续增加。In Taiwan, double-digit defense spending increases must continue, given the threat it fac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aiwan is spending 2.5% of GDP, but they're also spending a lot that is not accounted for in defense when it comes to national resiliency, on energy, on communications, on civil defense. So perhaps they should be getting more credit. 在川普的第1任期做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施水豪认为讲，袂当干来看小目的数字。伊讲应该认可台湾伫咧防卫阵线等等方面投入资源，而且建议美军持续协助训练台湾的军队，帮助台湾推进应用无人科技，来维持阻挡入侵的力头。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文攻武吓的出头真济，两化交流可能会愈来愈少。教育部最近就要针对中国学生来台湾学关键技术的部分来讨论管制。不过论证来讲，这中国大学生来台湾，伫咧2023年8月已经清零啊。都有教授认为，这学术交流的范围未来限制会更较大。中国学卫生2023年8月清零，教部长陈英尧去年上任的时阵表示，希望两岸伫平等尊严的前提，学卫生会当恢复。不过到目前为止无进展。教部最近是因为行政院有指示要召开管制学生收托咱国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的项目跨部会演上会议。主要呢就是包括国防的相关科技，还有各部会攸关台湾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技术。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部会，爱确实提步，以利后续管控，有效确保国家安全。但是核心技术是不是包含5大新的产业？倒一寡科系是有国家关键核心技术。行政院表示，有整体内容会搁做说明。有大学教授是讲，为教育的层面来看，那是为技术面定义关键核心技术会怎看？电机系的有一些 IC 的设计的课程，
台积电的合作，比如说跟中科院，或是跟军备局类似这种国防的计划。那当然，它的技术层面就会比较属于台湾的一些关键技术。也有大学教授讲，学校会依照教育部的指示，按国无学位的中国学生、硕士博士生会愈来愈少，未来恐惊清零无真大影响。搁再讲，大学做学理研究，中国学生囡仔学的物件拢真基础。入生来台湾，那也是学学理，那他有办法本事从1变成100，那才是他的本事。可是以学校端的话，所有的东西都很 fundamental。交换生的部分目前还有，政府不希望学校去做太多的交流，尤其对一部分的关键技术是会关心的话，那学校当然会在交流上面的话会放慢脚步。教授讲，烦恼即马交流，未来会互人认定是关键核心技术。学校会较保守，唔敢做任何措施，两方学术交流会更较限制缩减。记者采访报道。今仔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的太太陈培琪开记者会，讲郭文德伫台北看守所放火烧腰酸背痛，怀疑是急性腰肌损伤，需要住病院。郭文德律师团今仔下晡嘛向法院申请拒保，停止羁押郭文德。今仔日全台湾高温拢超过30度，尤其台东的太麻里上热37度2。不过好天过啊，明仔载拜五开始变天，因为风面的影响，北部甲东半部会落雨落甲清明，温度嘛降落来。拜六礼拜上寒，6到14度至16度。清明正前陪望的人变多，真侪人会用红包、纸盐还是笔放伫身躯顶，讲会当定刷。不过离开墓地时阵，煞甲红包落甲乌白蛋伫咧路边制作粪扫。环保局表示，民众乌白蛋粪扫抓到会接罚单，罚1000至到6000块。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美国4月初3开始要到外国进口的车加扣25%的税，5月开始车的零件嘛会加扣税。日本首相石破无表示无排除会提出反制。加拿大是批评美国的做法是直接攻击，安那欧盟讲会继续来协商。托雷雷伫总统令面顶签家己的名，美国总统川普伫当地日签总统令，要为美国4月初3的观点开始对外国进口的汽车加扣25%关税，等于汽车加卡车的关税会增加到27.5%加50%。同时阵上紧卖伫5月对进口的汽车主要零件加扣25%的关税。I think ultimately we could probably anywhere from $600 billion to $1 trillion will be taken in over the relatively short-term period, meaning a year from now. 日本首相石破茂表示，会尽力争取卖对日本加扣25%关税，也毋过嘛无排除采取包括反制措施等等所有选项来应对。適切な対応を考えていかねばなりません。あらゆる選択肢というものは当然検討の対象となるものでございます。アメリカに対して日本は相当の投資を行い、相当の雇用を生み出している。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是发布声明，认为这是对用自由加规则做基础的全球贸易体系发出致命信号，有可能会加速下大西洋的贸易问题。加拿大总理卡尼嘛讲，这是对加拿大直接攻击，会建议对策来回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除了表示遗憾，会继续寻求甲美国协商解决的方案，卖评估政策实施的影响程度，来确保欧盟的利益。我是新闻台是童朋友。川普政府对国际和国内政策拢大家正硬。川普进前宣布禁止反犹太、禁止挺哈马斯，加大学示威学生领袖抓起来。最近，佫有土耳其的博士生向取消学生的签证，嘛有韩国的学生因为挺巴勒斯坦，立刻去互人撤销。监视器画面显示，穿白外套的土耳其的女学生奥兹图克，2月尾当咧出外时阵，去互6个移民局官员中途拿查。奥兹图克去互行刑来，行动惊甲大声喊，对方随家伊的手机也没收，搁加扣起来压走。现年30岁的奥兹图克是马州塔夫茨大学的博士生，去年捌伫校园刊物写文，呼吁学校对以下战争表明立场，支持抗议学生所提出的承认巴勒斯坦面临种族灭绝等诉求。当局指控伊伫做支持哈马斯的活动，所以甲伊逮捕并取消学生签证。不过，这个做法虽引起民众的不满，有大量抗议人士行上萨默维尔街头表达声援。
The ICE team, whatever they're doing, it's really just one step away from fascism. Actually, it's not even a step away. It is full-blown fascist intimidation. 伫这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汉裔女学生陈文书嘛面临类似的遭遇。陈文书7岁时阵来美国，已经有得到绿卡，有合法永久居留权。不过，伊进前参加挺巴勒斯坦校园示威，国土安全部指控伊支持哈马斯，已经真侪届派员上门要甲逮捕，按算甲伊赶出境。陈文书为这件代志控告政府打压言论甲示威的自由。拜二联邦法官裁定，政府有违宪的顾虑，暂时袂使逮捕陈文书。 No matter who you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you have a constitutional right under the First Amendment, whether you're a citizen, a permanent resident like Ms. Chung, a visa holder, or even an undocumented person. You have a First Amendment right to speak your mind. You have a Fifth Amendment right to due process that also applies to all persons. 陈文书目前也是真自由，不过为3月到达，当局已经先后逮捕哥伦比亚大学前博士生哈里尔、乔治城大学研究员印度裔的巴达尔汉苏里，这2人本来就已经有绿卡。另外一个高大印度裔学生囡仔斯里尼瓦桑是去人吊销签证了后，已经离开美国。公司新闻詹维敏编译。 美国的国安高层伫咧同性两体讨论空袭也门叛军的计划落实出来，引起争议。不过政府坚持在军组内底信息无讲到作战的计划，是记者咧乌白乱报。即阵媒体都甲对话内容拢打出来，众议员都要求国安顾问甲国防部长要落台负责。It's not war plans. There's no units, no locations, no routes, no flight paths, no sources. No methods, n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日准备为夏威夷飞去关岛访问，国际记者问到通信软体规定开讲军事机密违规的事件，伊真严肃的连7个无来回应，坚持规定开讲的内容不是作战计划。本来敢若公布规定开讲大概内容的大西洋月刊总编辑高伯格，以大众知影权利为理由，2日迄天甲也门军事行动对话的简图完整公布，清楚看到赫格塞斯伫小组更新留的消息。 有美东时间11点15分 ，F-18战机起飞；15点36分 ，F-18战机第2届攻击偏对展开，第一炮海上战斧巡弋飞弹发射，海军 F-A-18超级短航空战斗机为红海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出发 ，MQ-9死神无人机为中东地区陆上基地起飞。皮讲发言人对这件代志的回应是：这拢不是作战计划，佮讲这个高伯格是民主党反川普的媒体人。 There was no classified information transmitted. There were no war plans discussed. 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连续第2天对这件头一届发生的国安违规事件进行听证。民主党议员直接点名国安顾问沃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必须负起专责，实质落台。No acceptance of responsibility. Excuse after excuse after excuse. Well, we send our men and women downrange to do incredibly difficult, incredibly dangerous things on our behalf. And yet, nobody is willing to come to us and say this was wrong. Everyone here knows that the Russians or the Chinese could have gotten all of that information. And they could have passed it on to the Houthis, who easily could have repositioned weapons and altered their plans to knock down planes or sink ships.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欧洲各国领袖日前要伫巴黎举办高峰会，讨论要安怎迈克美国继续军援乌克兰。另外，为着要对抗罗西亚这款威胁，欧盟建议制定战备计划，呼吁民众提早款物资应对战争甲天灾。The EU will also work with member states to make sure people have essential supplies for at least 72 hours in a crisis. 欧盟这位会虽然无直接点名讲加强敌人是啥，但同款讲出这项措施第一目标就是对抗罗西亚。For 3 years in Ukraine, we have seen a battlefield of bombs and bullets, drones, fighter planes, trenches, and submarines. 欧盟指出讲，境内差不多有4亿5千万的人口，会当做到立即必要的应变物资，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战略。另外，这唔单是面对有形的战争，更有虚拟空间内的战争，当然嘛包括重大天灾。
同一个时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到巴黎访问，伫参加多国高峰会进前，会见法国总统马克宏。法国除了宣布讲加提供乌克兰20亿欧元的援助，嘛会含各国会商讲安怎落实欧洲再武装计划，搁有造成维护部队到乌克兰。Ne serait ni d'être sur la ligne de front, ni d'être engagé au premier jour face aux forces russes, mais d'être des forces qui dissuadent là aussi les Russes de réattaquer. Тут чи іншу країну. Контингент дуже важливий для контролю. І передусім контингент в будь-якому випадку це бойовий склад, але вони передусім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контролювати ситуацію, моніторити ситуацію, проводити спільні тренування. 不过欧洲要增增军备是一条真长的路。第一个就是真大条的国防预算。英国每日电讯报讲，西班牙和意大利甲打拢无具体的做法，大力提倡的法国本身嘛提不出计划细节。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3月中开始到4月初，咱台湾阿里山的樱花正在大开，互游客会当坐伫咧100年历史的火焚车顶悬，拿游览、拿看樱花甲新木。这款看樱花路线是真特别，连外国媒体路透社嘛有报道。想要去阿里山看樱花就要紧哦，因为这花季是到4月初10结束，这假日时嘛有交通管制，就要特别注意。有100年历史的蒸汽火车母当咧等车里，乘客坐伫车厢内底，车豆豆为白色烟火下底驶过，民众沿路拢摕卡米拉，赶紧把这真罕见的景致翕起来。阿里山3月中进入烟火季，有关单位特别安排3体蒸汽火车欣赏烟火的旅程，敢若有300个真好运有抽到的乘客，会当亲身来体验。就很新奇，然后那个樱花真的很漂亮。然后那个蒸汽火车在过弯的时候，那看出去，觉得然后再搭配风景，真的很壮丽。然后经过那个就是那个玉山的那个积雪的位置，然后就觉得真的很美。古早味的火车、烟火甲新木，这几个特别的元素，互阿里山坐火车赏烟火的旅程，伫国际上是真出名。就连路透社嘛专工来报道，为民众更加是对这山南的美景是学了解得知。还是感觉玩不腻，还是想来，来了10几次了，也是都会想要再来这边看一下，看它有什么变化。阿里山这种较下铁基路，会当追溯到日本时代，这是苏东时彻查历史的遗迹。今嘛已经成做观光另外一个重点，目前敢若有3台蒸汽火车也有在驶。我们是把我们的老爷爷火车头请出来，让他载送我们的旅客3趟。那所以它的运用，它不能像平常的一个交通每天运用。其实这个是很珍贵的火车头，所以我们大概只有在特殊的一些季节或是节日，我们才来使用。过去阿里山的铁路捌受到风台甲地动的损伤，去年才重新开放。现在蒸汽火车敢若伫咧樱花季才有营运。4月初1是上尾一体，结束了后，就要等到明年啊。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去年的巴黎文化奥运，台湾馆有超过7万人次参观。来看台湾变外交，这几年法国国会拢有通过支持台湾的国旗和法案。咱驻法国的代表表示，除了经济贸易和科技，法国政府对艺术文化也真重视。咱台湾会当找更较侪机会甲法国合作。这几年，台湾和法国的关系愈来愈密。唔但法国国会通过国旗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搁伫2023年通过7年建军法案，透过立法来捍卫印太地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和自由航行权。现任驻法国代表霍培基表示，这拢是法国对台湾的实践支持，而且伊认为以法国在后面的影响力，台湾若要伫咧国际上发声，法国是真重要的优盘。我相信在未来，在欧洲场域里面，法国会扮演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领导者。那么在未来很多国际场域里面，都会帮我们台湾做国际上的一个发声，特别在这个地区的印太地区的和平安全上、科技发展上，以及我们医疗卫生上。另外，在咧地缘政治上，台湾嘛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受到关注。顶个月，法国总统马克宏特别公开呼吁美国总统川普，面对俄罗斯唔通落软，若无恐惊会互中国掠准有权利侵犯台湾。Toi qui veux que la Chine ne vienne pas contester Taïwan et autres, comment expliquer que la Chine n'a pas le droit d'envahir Taïwan et que la Russie aurait le droit d'envahir l'Ukraine?
霍培基表示，对这现象拢通看到法国社会愈来愈关注台湾，伊认为咱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侵害空间。另外，在文化顶端，法国政府对艺术文化非常重视。霍培基认为，台湾在这方面嘛有机会开创经济合作。不管在影视方面的一个产业的合作，还有我们的动画也蛮厉害的。我们动画应该有跟一个跨媒体的一个效应来发展，譬如说我们的漫画跟动画的一个结合。那当然呢，台湾因为是以高科技为名，所以台湾也许在未来对于文化艺术的呈现上的科技化这一部分，我想也是我们未来都可以努力来突破的。霍培基认为，针对艺术文化的交流，通对艺术家甲换驻点来拍拼。像咱国今年开始推动的100亿海外援邦基金计划，嘛是希望让世界看到台湾少年家的创造力。驻法国大使表示，未来除了会继续促进台湾和法国之间科技也有经济贸易的合作，嘛会来透过台湾文化软实力，让世界来了解台湾这个民主国家到底是安怎养成的，和大家做伙交朋友。以上是记者卢尚珠和林晓凯伫咧法国巴黎的采访报道。来看美国有公司结合3D 列印的技术，用机器手骨来起厝。那准先伫咧工厂，甲部件拢印出来，再进现场做。这一栋厝要起好势，敢若需要7天时间。看落去敢若是普通厝，但是斟酌看所有环的条纹，这条纹毋是为着要甲装好水尔，是因为这栋厝是3D 列印，一层一层安尼印出来的。This is a 3D printed home made entirely of concrete. And we print layer by layer utilizing a CAD file that we slice, just like your desktop 3D printer. 美国这间新创公司为着要解决欠大房厝价伤贵的问题，想着讲要用3D 列印的技术来起厝，因伫大型的列印机内面灌暗蒙图，再搁加上机械手，就当印出各种无共经过含型的厝。公司的执行长讲，目前美国大约搁需要700万栋厝，才会当提供有够的居住空间。透过机械手这新技术，会当甲建筑流程自动化，互厝会当起甲搁较紧嘛，搁较稳固，对补欠的厝是真有帮助。另外一间公司是甲厝拆做几个部分，分别伫工厂内面先制作好，再搁运去现场来组装。公司甲这种厝叫做无底化的厝。虽然讲这种概念进程都有啊，但是透过搁较好的流程的设计，会当互起厝是变甲搁较有效率。Fading West really came into existence. To help solve that problem using the innovative method of manufacturing homes in a factory and using principles, lean principles that you would find in, let's say, a Toyota car manufacturing plant. 公司的高层讲，伫室内就先甲做好有真侪好处，除了会当伫5天到7天内就起好一栋厝，佫会当避免讲伫现场因为天气的状况歹，影响到施工的进度。佫较重要的是，这种新建筑工法只会产生3派的废弃物，是传统建筑工法的1/10。其实，栋新厝定拢要开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会当完工，品质嘛无啥可能拢同款。利用机械手3D 列印这新技术，甲建筑流程变甲佫较好控制，可能都是未来的趋势。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梁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